们谢谢陈天龙学长的一个他替我们大家做全程的一个录影。那有这么的一个录影下来我们可以让更多人在日后可以透过 DVD 来共同分享。那我们再次感谢你们大家因为有你们大家的一个协助，才有这一次我们训练课程的圆满成功。我们呢是秉持着慈悲为怀的这个理念，也为了因应全民急救的教育提升我们急救的技术，以达到即知即行使得能在第一时间呢给予急救减少周遭亲朋好友意外的事故。所以在今天呢是101年1月8号来举办这么一场基本教练这个救命术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包括了有急救的概述有这个创伤的止血，有伤患的搬运，有包扎，有医务的更善，有心肺复苏术等等。那么我们将这些教学课程做成 DVD 片，那么我们期待能够跟大众结一个善缘。我们盼望大家都一起都能够来学习这个救命术。我们相信多一些人来学习这个救命术，